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的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又过来到咱千金铺的单元。咱今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单元，就是参园耕作、参园政策。伊是安尼讲的：户籍、教民、教识，也得政，也得报。其中这个报我特别来提起。这个报的时阵一般拢会写广播电台去报啊。其实台语的也得政，也得报呢，是那是公报的报。户籍、教民、教识，也得政，也得报。这什么意思呢？第一，户籍这是代表这个华人的历史。第一位呢叫做农业的祖师爷，叫做户籍，伊是周朝的先祖，伊指导呢百姓安怎野种，安怎播园啊。所以呢，耕作着人路，参园着照顾。哇，这句呢真水哈！耕作着人路，意思讲要种作进前呢，着先爱先人好参路，有水通灌溉无啦，等等这参路你爱人路好，参园着照顾，看过参园，不是呢着爱压水抠草，就讲你爱去整理，你爱不是呢去顺这个水路，顺参路所以讲户籍、教民、教识，也得政，也得报，耕作着人路。参园的照顾其实这种做白话啦也要食，也要做，是安那就安尼才骨力啦。敢讲无代志做，因为这牵涉着巴肚人讲先顾巴肚，才顾佛祖千苦万苦，拢嘛为着出来囝甲某讲也要食，也要做，什么意思呢？就讲规口罩一家伙食好穿也好，甲餐桌咱是去共做的呢，去共北的呢。讲食清甲餐桌，拢嘛爱望参园的修行咱才有迄钱来过生活所以无拍拼袂使这现实的问题喂，讲下来，唔通拍远成草埔，唔通拍远成草埔，这句上水啦，拍远。我个人呢，在学台语当中的时呢，我学习到这句拍远。我做起来是捌听阿嬷咧讲拍远拍远。当然是我唔知什么意思，即我知影唔通拍远成草埔，讲参园唔通无咧种植，放我青营，四界发草。过来这像你咧工课若厝内工课咧，破桶着哭，破鼎着补，即摆人可能做歹体会啦这生话这桶哭这个破去就脱角以前的人袂当安尼袂当安尼，原因有两种，当然无一人个要信呢。佮主要呢是讲人爱扣实所以什么叫做破桶着哭呢？意思讲桶哭若是去练气啦，毋是真正破去练气啦，着爱呢甲哭硬啦，所以叫桶哭哭桶，就是这个意思讲桶哭若是练气着爱安那哭好硬，是安尼要呢？因为安尼才袂这个涉水啦。鼎咧，鼎若有破空，鼎若破空变来炒菜讲鼎若有破空咧，就要找人补咧，通好咧炒菜食呢。我感觉这个古道拢真水拢真水。过来，木漂木倒，轻欠有补数。你若生活安定你千万唔通安那有钱就唔通想要出去外口跋筊风骚安那讲，因为骨力趁钱，骨力趁欠开。才有法度存钱啦，叫做轻欠有补数。好，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后呢，我就将今仔日呢所介绍这呢古道呢，佮念一遍户籍、教民、教识，也着政，也着报，耕作着人路，参园着照顾，也要食，也要做，唔通拍远成草埔，破桶着哭，破鼎着补。木漂木倒，轻欠有补数。好，咱期待后一次空中再会。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